玉哦，第一次公开露面哦，心情很平常心很多都关心我什么时候会出院哦，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应该大约在冬季。没有了，昨天跟主治医师聊过，他说就这几天呢，在等我那个血小板那个数字再达标一点点。就随时可以出院了，所以大概就是这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当然今天的重点是我们黑白威廉的这个开播的记者会非常的欢喜因为这部有值得的，这部是从2025年上批前的这部，然后人家说好事多磨但是磨多是好但是如果经过越多的坎坷跟挫折他表现出来的成绩就会更好。为什么是会背起？黑白威廉本来黑威廉是那个嘛，白威廉是我嘛，一个这部黑白威廉，我两个威廉都无去啊。你啥会爱小心无？两个无去了后，就叫我好朋友来相亲嘛。那个杜颖那个制作人我讲，我无提咧因表现了比我跟那个威廉战友都还好嘞。所以这个节目值得大家期待的。是，你今天卖到的嘞。这恭喜咱公司台语台年度力作、年度巨作安尼。嘛呼吁台顶因为这节目其他都好看咱即马第一季嘛，希望讲可以上到第二季跟继续十几年了。第二季、第三季都快来。我一定拿出比第一季更多倍的力量继续来做。我还热我的身体，为了公司一定要拼落。